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早起去参加到社区关怀活动，来推销到老人的政策。郭市长的爸爸妈妈嘛有到场来助阵。最近，王中媒体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是讲到这个郭文泰，爱郭文泰，甲家己甲国台办的关系讲好清楚。郭文泰回应讲，家己甲国台办是对手的关系。伊嘛虽然反问这个蔡衍明，你这个媒体集团甲国台办佫是啥物关系？ 出席主笔关怀社区开幕仪式，台北市长郭文泰加时代推销市政，也有特别来宾。这里的主办人请我来的。郭文泰老爸老母总共为新的官来助阵，敢是因为郭文泰最近支持者的数量有较减，更加王中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讲对方甲国台办的关系无单纯。 我跟国台办就是对手关系嘛，因为这个常常要过招互有攻防嘛，不管从其实每年的双审你知道，那个都在过招啊，还有那个其实最惨烈的应该是世大运的。我本来讲说，我跟国台办是对手关系，那你旺同跟国台办是什么关系？啊，你要不要自己回答一下？ 郭文泰看起来真自在，直接呛蔡衍明。若是郭台铭、郭文泰、王金明，敢有要合作，每一天的情形敢若拢无共款。即马又搁听讲郭台铭准备2套剧本，第一是直接参选，第二是等韩国瑜被换掉，由郭台铭出征。若是安尼，敢有合作可能？支持有很多种支持嘛，有100% 的支持，有50%的支持，有各种支持程度。其实是所谓的科混，你知道，它也不见得100%会转移，所以不是那个说我们拿个旗子出来摇一摇。 那所有的柯文全部就100%投票转向，不会。郭文泰支持者的选票敢会移转？郭文泰本身嘛无把握，这敢会变成影响郭台铭参选议员的关键因素？还要等时间来证明。